配合屯馬線通車而進行嘅路軌改道工程，主要工序已經喺通車前完成，而跟進工序則安排於通車後分階段完成。最後階段工程會喺紅磡站同尖東站之間分別往烏溪沙方向同往屯門方向嘅路軌段進行。為配合工程，喺2026年2月1日同埋3月8日呢兩個星期日，屯馬線由烏溪沙往屯門方向列車會以紅磡站為終點站，之後返回烏溪沙站；由屯門站往烏溪沙方向嘅列車亦都會以紅磡站為終點站，之後返回屯門站。屯馬線會繼續提供全線列車服務，站站有車搭，並會維持星期日正常班次。但係紅磡站屯馬線月台會實施特別服務安排。屯馬線乘客車程如果途經紅磡站，只需要喺紅磡站落車，前往對面月台轉車就可以繼續行程。如果乘客車程唔需要途經紅磡站，就唔會有影響。港鐵會加派職員喺月台舉起大型指示牌，俾乘客知道列車前往嘅方向。預計到時月台乘客會比較多，希望大家配合現場職員指示，保持忍讓。為方便乘客了解相關轉車安排，我哋將會透過唔同渠道持續發放資訊，提醒乘客注意當日嘅安排。